你以為只有超級富豪先買得起奢侈品？你手上嘅卡片套、噴緊嘅香水、開嘅嗰支香檳，可能都係用緊呢個奢侈品王國旗下嘅產品，佢就係 LVMH。LVMH 目前喺全球擁有75個品牌，超過6000間門店，規模大得相當驚人。不過近呢2年，呢個王國開始出現疲態，集團嘅收入持續下跌，背後嘅原因可能係你同我，甚至同一班富豪嘅消費模式改變咗有關。究竟 LVMH 面對緊咩嘅挑戰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細語。乍眼睇啦 ，LVMH 呢個總部位於法國、走高檔路線嘅集團王國，同大家咧好似冇乜關係。但係大家只要去一啲傳統嘅商業啦、旅遊旺區，又或者咧去大商場啦逛一個圈，就會發現咧 LVMH 一直都喺我哋身邊。佢嘅品牌包括有 Louis Vuitton、Christian Dior、Fendi、Celine、Sephora、Tiffany & Co， 甚至你喺機場一定會見過嘅 DFS 免稅店，全部都係由呢一個龐大帝國旗下75個品牌嘅成員。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球各國都放水瘋狂咁印銀紙去救經濟，亦都推高咗全球嘅資產價格上升。當時無論手上持有股票或者物業嘅投資者，好似一班嘅超級富豪又或者唔少嘅中產人士或者一般嘅打工仔佢哋嘅資產價格都幾何上升，而身家變得水漲船高，亦都令到LVMH 同埋唔少嘅奢侈品品牌佢哋嘅業績喺2010年之後打後做得相當之好。LVMH 喺過去10年經歷咗前所未有咁擴張，尤其是喺 COVID 疫情嘅後期，生意規模升咗一個德，確立咗佢喺全球最大奢侈品帝國嘅地位。不過呢個神話喺近呢2年就開始動搖啦，尤其是喺2025年，集團全年總收入錄得808億歐元，按年減少咗接近半成，比起2024年同期跌近 2%， 跌幅就擴大咗啦。不過有一點值得留意嘅係，喺2020年 COVID 疫情嘅頭1-2年，全球多國封城，消費者即使有錢都冇地方使。隨住之後各國陸續解封，消費者就開始報復式消費，以彌補疫情期間所壓抑嘅消費意欲。所以 LVMH 喺2023年嘅總收入就錄得861億歐元，創咗集團新高。但係呢一種報復式消費，隨住時間消退，大家嘅消費行為回歸返理性同埋正常化，所以大家就可以見到 LVMH 2024年全年總收入按年回落返。不過最令投資者擔心嘅係，上年度集團5大主要業務入面，有4個業務嘅收入都錄得下跌。當中核心之處，時裝同皮具業務喺過去2年嘅收入分別按年跌咗接近 3% 同埋 8%。而呢個業務喺過去幾年一直貢獻咗集團接近一半嘅收入，所以佢嘅收入一下跌，對集團就有頗大嘅影響啦。根據顧問公司麥肯錫 McKinsey 嘅報告提到，喺2019至到2023年期間，整個奢侈品行業之所以有咁高嘅增長，核心動力係嚟自加價，而唔係銷量增加。當中皮具產品加得最誇張，一啲標誌性產品嘅價格喺短短4年之內加咗成5成，甚至係1倍不等。睇返 LVMH 嘅數據顯示，佢哋嘅時裝同皮具業務喺2019年嘅營業額有222億歐元，到咗2023年就去到421億歐元，即係話4年之內呢個業務嘅營業額增長咗接近9成。聽落去呢個數字就好勁啦，但究竟係 LV 產品賣多咗1倍啊，定係因為產品價格貴咗1倍呢？呢種價增量不增嘅策略，令到唔少中產客戶開始卻步，覺得產品唔係咁值。而另一邊廂，富豪級嘅有錢客戶亦都重新考慮品牌嘅價值。
佢哋會買一啲產量極少又極之保值嘅包包，好似係精品界龍頭 Hermès。喺全球奢侈品市場放緩嘅情況下， Hermès 嘅銷量依然係逆市增長，市值更一度威脅 LVMH 嘅地位。數據顯示 Hermès 喺2024同埋2025年嘅銷售額分別錄得1%同埋接近1%嘅增長，表現非常強勁。Hermès 走嘅係物以罕為貴嘅極端路線，產品講求手工製作、限量發行，仲要透過獨家嘅配貨制度嚟控制供應。顧客即使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可能要等幾年先至排到一個袋。根據二手平台 Rebag 嘅報告提到， Hermès 嘅 Birkin 手袋同埋 Kelly 手袋喺二手市場可以以原價甚至係高出原價1倍嘅價錢成交，但係 LV 嘅二手價通常只係原價嘅50%到70%。喺 Hermès 手袋供應量極少，而需求一直有增無減嘅情況下，就能夠保持到有價有市，成為可投資嘅保值產品啦。除咗超級富豪，其實中產階層同一般打工仔嘅消費亦佔咗奢侈品市場近一半江山，而佢哋減少買奢侈品，亦都係令到 LVMH 時裝同皮具業務傷上加傷嘅關鍵之一。以前一班月入幾萬嘅中產人士會買個入門級嘅 LV Monogram 嘅銀包、鎖匙包送俾自己，又或者係伴侶。不過近呢2年，面對工作唔穩定、加息週期下，供樓供車嘅生活水平亦不斷咁上升，手頭未必好似以前咁鬆動。就算有多餘嘅錢，都可能將消費拆細降級。佢哋可能由買一個全新嘅 LV 產品，轉至買其他 accessible luxury 嘅產品，所以大家會留意到，好似 Coach 同埋 Longchamp 呢2個品牌喺2024同埋2025年嘅收入反而有增長。又或者佢哋索性轉戰到二手市場尋寶。根據顧問公司 BCG 同一個二手奢侈時尚平台喺上年發表嘅調查報告提到，二手時裝同埋奢侈品市場正喺度迅速咁崛起。二手市場每年增長有1%，增長速度比一手市場快成3倍。報告有講到，預計到2030年，全球二手市場規模會達到3600億美元。近80%嘅受訪者話，佢哋考慮買二手奢侈品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價錢實惠。一場疫情令好多消費者嘅心態徹底改變，令到大家明白健康先至係唯一嘅真資產。中產階層嘅消費重心由物質轉向 well-being， 佢哋更願意將錢花喺專業嘅運動裝備，假日去行山、室內攀石，又或者成為高端健身室嘅長期會員。McKinsey 亦喺上年發表咗一個關於運動用品嘅調查報告，指出受訪者認為做運動係一種身份認同。數據顯示，超過一半嘅 Gen Z 同埋千禧世代認為活躍嘅生活模式係佢哋個人身份嘅核心。佢哋之所以做運動，係為咗肯定自我形象。尤其是喺 COVID 之後，大家經歷過長期孤立，更加希望透過運動嚟揾返社群嘅歸屬感。而且消費者由過去鍾意一啲人人都合適嘅運動品牌，轉而傾向買一啲 tailor-made 為自己度身而做嘅產品，睇得出佢哋更加追求自我嘅獨特性。對佢哋嚟講，投資喺自己個身體呢一種嘅成功同埋回報，遠遠高過投資喺一個 logo 或者係一個品牌度。疫情令到唔少人有劫後餘生嘅感覺，價值觀都有所改變，更加注重翻精神價值。咁 LVMH 面對今次嘅逆境，究竟集團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提升翻品牌價值，令到顧客回心轉意呢？下次同大家講下。好啦，今集先講到呢度。我哋嚟買細語就開咗個Buy Me Coffee 嘅服務。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歡迎大家請我哋飲杯咖啡支持下我哋。咁我哋已經將個 link 放咗喺影片嘅描述欄裏面噶啦。咁大家click 入去。咁先多謝大家嘅支持。
亦都歡迎咧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 可以 subscribe 我哋厘米細語嘅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見。